头先来关心的，就是中国配偶失去原籍证明的补件申请是到今仔日为止。咱的陆委会是公布统计，讲即卖呢，要是有超过2000个中国配偶是无甲政府来联络的。移民署强调讲，只要你有展现出愿意处理的态度，安尼就袂甲因的户籍来注销。陆委会也表示讲，会透过地方政府，也有户政机关等等，先找到人，目前是无设定最后的期限。陆配报告总是原籍证明申请6月30为止。陆委会副主委林文杰日8公布统计数字，已经交证明文件有5534人，经过移民署同意估计，延期人已经有2572人，长期住伫海外还未回国人有1803人，还未甲政府联络的人有2237人。基本上目前为止还没有联系到的2000名的陆配的部分。只要他展现出这个他愿意去处理的意愿跟行动，那对于注销户籍这种重大的事件，我们不会尽予去做处理。我们目前是并没有设定一个这个最后的期限，确实还有一些真的是联络不到的人，那我们会透过地方政府、户政机关和警政机关，然后想办法把人找到。移民署也强调，这4年陆配有可能是伫台湾无生囡仔，是较年岁大的大人，高脑、弱势或者是有资讯落差，会尽一切力量，包含透过健保资料或者是个案单位找到了脑电很意愿处理的态度，原则上都袂直接注销户籍。那我觉得一开始政府要做这个事情的时候，应该要先沟通、积极辅导的方式去做这个，而不是用这种强烈的手段。当然，这是我期待这些政府在做这些政策上面能够更关怀一下这些铁路。陆配团体是建议，拄这事关重大，移民署或者是陆委会处理相关的事项，应该加一寡谨慎。希望未来政府推动相关政策，应该先甲民团沟通，找出适合的解决方法，用积极辅导的方式，毋是强硬手段，避免一开始的资讯落差，才袂互陆配心内惊吓。记者综合报道。